2周年咯，先来关心路南头神木村龙华国小重建的进度。先前也2年，其实重建要提奶嘅体验问题一直冇办法解决。南投县政府教育处路邀请新竹农民同推太声音拿来开会大厦，经过双方面对面的沟通过后，总算达成协议嘅。本单嘅新竹农民讲，为找到地方重建嘅发展，亦能同意放弃租约。學校同教育處表示肯定，未希望後續嘅重建工作盡快來進行。一個地方，一個聚落哦，伊有伊嘅功能，不管這個學校是大細。禮拜會議嘅主旨正開始是講出重點，講了片天窗我要學校，希望當地嘅農民是考慮到較重建到。另外，台太新音樂方面，未自己嘅睇標題嘅人真是權益。希望相關單位是做好配套措施。反正別說人那裡收其中他們就設計師來，他們去現場金錢你唔知先調個下來，安尼較好。農民講當初為咗耕種，所以用更多嘅時間同心力，投入大概漂來睇地方，前鋒愛標配，竟然都唔判得。但是為咗整體嘅利益來促銷，還係要接受地方嘅居民係監察嘅人。當然嘛，未接受，無法度為咗定啊。假使看縣政府嘅量什麼上，盡量補上行嘅。量嘅程度好咧吼，然後因學校天數吼，啊為咗地方吼，然後土地啊吼，來本來學校用吼，啊非常嘅感謝。教育處講，你下既然宣誓拿到高鐵，未來相關嘅學校綜合，應付每位格來做。另外，開工嘅市場，教育處講，或者應用單位確定建築資料後，過來同學校參詳。什麼時候動工？我想是要由認養單位這邊建築師跟學校確認之後，那才能夠真正去做工程的事做啦。應都希望越格越好啊！為咗講本學生嘅有較好嘅環境來上課吼。拜拜水在都已經度後2年咧，龍華國小咪正式嘅開始重建，雖然動作有點慢，不過對當地居民來講，亦算係好消息。客家新聞的風氣，南投報道。